東門環形天橋新開咗間粵式大排檔。嗱，呢度咧全部咧養住咧都係新鮮嘅蝦啦、魚啦，多款嘅鑊氣小炒同埋啫啫煲。陳皮味十足啊！仲有個好大嘅月餅，有180天嘅走山雞，食落咧就話爆汁嘅。砂鍋生焗多寶魚128蚊，從撈起到落鑊都係生噶，全程都用大砂鍋喺度燜焗，肉嫩皮焦，帶點蒜蓉香味。台山黃鱔飯，黃鱔肥味有飯焦。高蟹蒸肉餅啊，勁多蟹膏，肥瘦3七比例嘅肉餅，送飯一流。但有少少酒味。估唔到大樹菠蘿都可以同九節蝦拼埋一齊啊！味蕾勁爆啊！金不換爆炒聖子王88蚊。啫啫煲喺大排檔呢都非常之受歡迎噶，只有大眾點評打卡就會送紅豆雙皮奶。港人福利嚟食飯就送一碟炸鮮奶。